鄉親啊，台北市你若是徛倒擺停車格，即馬看到白線了外個藍線，所以要哪看呢？塗骹閣一堆字哦，你要停車你愛看上濟，這時間當時會停日，當時會當停汽車，你都要注意看。就是因為傷過麻煩啊，所以民眾有反映，即馬台北市政府講愛改善啊。長安東路2段上的這處停車格，除了內框畫有藍色線條外，地板上還寫着汽機車共用，以及有一長串的數字，讓民眾直呼看了霧煞煞。第一段前後寫07202007這兩個數字，到底是什麼意思？在網絡引起討論，實際來問現場騎烏多巴的人，敢真正看有？好像是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樣，20跟07中間多空一格。就比較順了，大概看得到，就是7點20到8點，這是07嗎？對，好像是機車專用，不是嗎？結果嘛是看無啥有，這個外緣白線內緣藍色的，這代表是汽機車共用的停車格。這段字想要講的是，平常時早起7點到暗時的8點是機車專用，若平常時暗時8點到過轉工早起的7點，加假日規工，這是汽機車共用。安尼寫本來是要提醒，結果大家顛倒霧煞煞。台北市停管處講會改善。停管處後續會依照民眾的建議，將文字修正為平常日07至20機車專用，其餘時段汽機車共用，方便民众辨識。為了避免非共用時段和汽車佔去，台北市停管處嘛加強處罰，若是無設置停唔到時段，會罰600到1200塊。所以講呢，鄉親若要停車前，一定要看好真，才袂去收到紅單。